我们各地的莲友啦，我们所有正国寺的常住法师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呢，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啊，师父跟各位介绍这一章。处事要有忧患的意思啦，你在世间跟人家相处啦，不管是人啦、事啦、物啊，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忧患意识。什么叫做忧患意识啊？各位，就是无常的观念。佛一再的强调哦，从各种经典上面论述的都非常清楚，而且他在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，提醒所有的弟子们，应当要谨记在心。这个世间是个无常的，是个苦的，是空的，是无我的。什么叫做无常呢？就是忧患意识。你要提前先准备，准备什么？你要了解东西一定你有得就有失，有来一定有去，有生一定有死，有好一定有坏，有善一定有恶，有高一定有低啊，有长就有短啊，对不对？你们都知道的，各位，这叫做忧患意识。这个事情不可能说按照你设计安排非常的圆满顺利啊，不会出乱子啊，不可能的。万一有时候因缘不成熟的时候，突然间不是你想象那么完美啊，你怎么办？各位，你就知道哦，本来它就存在有这样的一个无常，你知道了，所以你不可能要求样样都如意啊，都能够称心满意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随时心里都有准备，如果万一不是你想象这么完美，你应该要欢喜去接受，得到你当然要很开心高兴哈，我们要祝福。如果失去了，我们也要欢喜，勇于面对。各位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有忧患意识。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健康，有时候你会生病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做事有时候成功，有时候会失败呀。那这些东西就是忧患意识，它本来就是存在有这种风险的。世间的一切不是你能掌控的，你知道这个观念，那么面对逆境来考验的时候，你能够去接受了，你活得就会自在，就不会去挂碍。做事一定要有敏锐的觉知啦，一看这个事情，我们事先就要先了解它可能会怎样，对不对？我们提前预防，心里面就已经有那种察觉，你事先能够防备，你能想得到做得到，那么你提前就去好好的规划。如果你想不到，那不能怪什么人啊，我的失败不能一直责备别人，这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们做事情一定要有敏锐的觉知，要有观察，然后你慢慢的去察觉了解这些事情，做有准备的工作，才不会有失败的可能性。如果失败或者做了不顺利，我们也坦然去接受，这样的事情处理就会很圆满。度众要有慈心悲愿呢，我们救度众生一定要有慈心。什么叫慈心呢？要如何让对方能够幸福，能够快乐，使对方能够一切平安吉祥，这叫做慈。慈就是给众生都欢欢喜喜的，这叫做慈。你要度化众生，一定要有慈心，而且要有悲愿哦。悲就是如何将他的苦难断除掉，让他重新出发，重新站起来，这叫悲愿。我们要有慈心，要有悲愿，那你度化众生，无形之中跟众生就广结善缘了。所以一个要救度众生的人，本身要具备这样一个观念，念佛一定要有深信无疑呀。各位，你看所有诸佛菩萨，印光大师、莲池大师、偶益大师、善导大师，这些有修有证、有德有恨的祖师大德，一再告诉我们，一再的表明对于这个念佛法门的一个观点呐，提醒我们大家，唯独我们这一种末法的罪恶凡夫众生，如果你不靠念佛，你很难解脱的，你很难成就的。印光大师讲那句话是当头棒喝。这一种年代的众生要想有所成就，你能够跳脱生死苦海，离开这个六道轮回，他说
除了信愿行之外，找不到第二个方法了。佛也找不到第二个方法救你了。什么叫做信愿行呢？信，我要深深的相信，我一念佛，佛要救我。愿就是我愿意到极乐世界。娑婆世界是一个苦海嘛，我们深切的去体会，我们生活在其中，已经感受到了，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这个太苦了。如果一旦世间的因缘告一个段落，我一定要到西方。这个愿我愿意去，行就简单，我就好好念佛，随时随地行住坐卧，我就一心念佛。你能够做到这样，印光大师说，这个人笃定的、肯定的，全部都能够往生。所以你看，这么伟大的修行人告诉我们，所以师父在这里提醒大家，你念佛一定要有深信无疑，要深深的相信，我一念佛，佛的佛光普照，佛一定要救度我们念佛的众生，这是佛亲口发的愿呢。他的愿也就对众生的承诺，你就念佛，我一个都不放弃你，永远都不放弃你，我就是要救度，让你顺顺利利的、称心满意的到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要深信，深深的相信，不可以有疑惑的心啊！今天念了，明天不念了，或者是我觉得说阿弥陀佛，他可能对我这样子吗？或者是你可能念不到几句，你想说我的能力很肤浅呢？我也不用功啊，那我罪业很重，烦恼也很深。像我这样，佛会救我吗？开始怀疑你自己，怀疑佛陀，又怀疑你自己。你看，这个就糟糕了。我们绝对要相信，我一念佛，佛肯定就不会放弃我的。我念佛，我有资格，一定可以往生的。这个叫做深信，完全深深的相信。这一点你要抓住，一定要抓住。各位，你们听明白没有？最后总结的一句话就是：你时时刻刻要念佛，千万不要懈怠，不要间断，不要去怀疑，好好的用功念佛，你们个个都成就。师父深深的祝福大家，阿弥陀佛。